阿婆，我唔見咗副眼鏡啊！冇記性咧，唔單止係一時嘅大頭蝦，其實已經係身體俾緊你嘅信號。中醫方面咧，我哋可以用中藥、針灸，甚至可能保健品嘅方法同埋湯水去幫手。點解針灸可以幫助到我哋嘅大腦活化呢？因為針灸可以激活翻我哋大腦嘅氣血運行，重新有翻營養去供血供氧俾大腦。針灸亦都有一個醒腦開竅嘅感覺，好似平時蒙查查嘅情況咧，有效改善，個人醒目翻。除此之外，針灸亦都可以幫助大家去到緩解我哋嘅情緒壓力同焦慮，咁冇咁多事情令你煩心，自然個腦就多啲空間嚟記嘢去做事情啦。日常中我哋食啲乜嘢可以補腦啦？首先，我哋身邊容易拎到嘅嘢食，例如核桃、黑芝麻、深海魚、燕麥、杞子，都好有助幫助我哋提升我哋大腦嘅血液循環，令到我哋記性更加好嘅，同埋佢都有一個補腎補腦嘅作用。除此之外，介紹一個湯水同埋一個茶療俾大家選擇嘅。湯水嘅話咧，我哋就要用到一個平時比較少用嘅材料，就係豬腦。因為中醫會講究以形補形，咁我哋用呢個豬腦去入湯咧，可以幫助提升我哋嘅記憶力嘅。但係如果可能擔心膽固醇或者痛風嘅人士咧，咁可能就選擇要用下一個茶療就幫到你啦。咁我哋呢個豬腦湯點樣煮咧？我哋首先準備好一個新鮮豬腦啦，洗乾淨。另外就準備多少少材料，就係天麻、合桃同埋杞子。咁我哋將所有材料洗乾淨啦。豬腦要飛水之後咧，就可以將所有材料一齊放落去，大概2公升嘅水入煲個半鐘頭就可以飲得噶啦。另一個茶療就係百合桂圓安神茶，喺入邊咧，我哋需要準備10克嘅乾百合，然後5粒桂圓，亦即係龍眼肉，同埋10克嘅枸杞子嘅。咁以上3樣咧，我哋只需要用熱水沖佢，然後焗翻10分鐘，每日都可以飲嘅。咁佢可以幫助我哋瞓覺同時補腦。咁如果大家有呢個健忘嘅症狀，咁歡迎大家過嚟問我哋，究竟你嘅健忘屬於邊一種類型，或者邊一個方法係更加適合你？你隨時可以向我哋諮詢。